来讲读上帝的话，今仔日有2位的所在。首先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章19节到21节。马太福音。也无插亚空头地所在，因为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要伫遐。另外一个所在是路加福音12章33到34节，路加福音12章33到34节。着卖恁所有的来进这人，为着恁本身备办袂久的钱地，伫天里用袂了的财宝，就是插袂到。糖袂就的所在，因为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要伫遐。即时，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，伊所讲的题目是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必听当阿爸爸上帝，当阮伫旧历年的头一天的时，阮献上阮满心的感恩，因为主你过去一年中间，你带领阮平安经过。虽然伫这过去一年中间，阮也有不如意的时阵，阮嘛有遇到阮的整个社会国家会遇到困难，还是伫这个经济方面所遇到这问题，但是主你有缘保守阮每一个人平安经过，阮献上感谢。当伫新的年开始的时阵，阮感谢主你，让这福气可以当到伫主你面前，将阮新的年开始的时阵奉献伫主你面前。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带领阮头前所要行的路站，你想使阮每一样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想使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大家平安。来，新年恭喜！新年恭喜！咱1月初1的时阵讲新年恭喜，大家拢无啥有恭喜的感觉呢。大年初一，大家说恭喜，好像都没有什么的感觉。即马终于会使呢有这个感觉伫咧吼。现在有一点感觉啦。他拄仔这个音乐，恁捌听过无？刚才的音乐听过吗？应该是没有听过，这是咱的迄个啥维婷伊的创作。这是我们教会弟兄维婷的创作。我嘛头一摆听到，虽然因练几啊遍了，我拢无机会去听到吼。这是第一次完整的听到。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迄个上帝所创造的音乐是遮尔丰富的。上帝所创造音乐是那么丰富。今仔日因的献诗是2对兄弟。今天的献诗是2对兄弟。因合作起来。他们合作完成的。用家己所创造的这个音乐。他们用自己的创作。伫遐来献给上帝。来献给上帝。而且新的年的开始。在新年的开始。是一个真好的这种现象。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但今仔日我有遮看落去，今天从这边看过去，很多都不认识的。毋是什么原因？不是什么原因？我相信是因为咱的家族拢倒转来。是因为我们家族都回来了。家族倒转来真昨暗，我相信有一个真好的团圆。相信昨天有一个很好的围炉。更较欢喜的。更高兴的是，你会使用一年新的一年嘅开始。新一年的开始。咱奉献给上帝。我们奉献给上帝。咱3个组织。我们一起聚集。伫这个所在来敬拜。在这里敬拜上帝。当咱若要为着咱过去一年。我们为了过去的1年。咱来献上咱的感谢。我们献上感谢。虽然咱无一定会真顺利。虽然不一定过程顺利。但是主的保守。但主的保守。互咱拢非常咱有健康的身躯。让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。咱个3个组织做伙。一起聚集在一起。当伫新年的时阵，在这新年的时候，咱常常拢会见面讲新年恭喜。我们常常都会说新年恭喜。刷落去句话，接着，咱就讲恭喜发财。恭喜发财。搁看刷落去句讲安那？再接着，红包拿来。红包拿来。咱基督徒会使安尼讲袂？我们基督可以这样说吗？今仔早起因7点就来迄个练习啊吼。今天县市的弟兄7点就到了。所以我开门，我讲新年恭喜。好，我开门的时候说新年恭喜。因一位内底甲我讲恭喜发财。
进来就说恭喜发我问财。伊讲啊，牧师要安怎发财？牧师怎么发财呢？啊，会使讲去安尼吼，所以我直接要他们问讲，愣了一下。基督徒咱伫新春见面，会使讲恭喜发财无？基督在新春见面的时候可以说恭喜发财吗？其实这根本就毋是问题，根本这不是问题。发财嘛是上帝所祝福的啊，发财也是上帝所祝福的。所以问题应该是安尼，问题应该是毋是会当啊袂当，不是可不可以，是讲咱对发财的想法到底是啥物？而是我们对发财的想法是什么？所以今仔日所以今天我为伫圣经中间来看讲，基督徒对财宝伊的价值观到底是啥物？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到，基督徒对财富的价值观是什么？咱拢知伫地面上所有这物件，其实拢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我们知道世界的万物都是上帝所创知影造的。咱身躯的软件，他知道我们身体的软弱，伊就想出一寡人有知识去开发即个药物，赏识一些人有智慧来开发药品，还是伊的即个医学的即个技术愈来愈进步，或者医学的技术越来越进步，这拢是上帝所创造的。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啊，的，嘛是伊的赏赐，也是他的赏赐，为着要帮助咱。为了是要帮助我有们。即个钱财的即种制度出来，有这个钱财的制度，嘛是要帮助咱。也是为了帮助我们。但是咱若常常无正确的想法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没有正确的想法的时候，咱常常就行歪错。我们总是会走偏伊掉。本来是咱的工具，本来是我们的工具，但是变做咱的目的，但变成我们目的，咱本末倒置。本末倒置。到底是应该有倒一种正确的看法？到底要怎样的正确的看法？咱来对圣经来看。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，今仔日即个圣经在所读的，今天的经节，我伫即个所在，咱邀请大家做来读的，这是华语版的，较咱还有台语吼。啊，头前有一字吼，即字叫做知啥物哈？迄字咱真罕咧有看，我去查圣经，这叫知展吼，知安展、三生展哈。好来，咱做来读一遍来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来，我看台语版来。无你为着家己积财财宝伫地里，有虫甲仙拍歹，摇擦亚康头摕的所在，独独为着家己积储财宝伫天里，虫甲仙无拍歹，也无擦亚康头摕的所在，因为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伫遐。用绿色刻起来这个字，绿色的部分，这就是一个重点。是一些重点。讲你无伫安怎伫对呢？说你不能这样子，也着安怎伫天呢？应该要怎样在天上？因为什么原因？因为原因。所以咱得让非常清楚，这个圣经在伊的重点伫倒。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了解。另外一个圣经在是路加，在另外一个路加地方。真相共，很相似。但是咱由咱来读一遍。那我们一起来念一次。来，华语版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收据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来，台语版。着为恁所为来真济人，为着恁本身备办卖话句的钱币，伫天里用卖了的财宝，就是贼未到、虫未就的所在。因为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伫遐。虽然头前的讲法无一定共款。虽然说法不太一样，但是最后一句的结果拢共款。但最后结果是一样的。伊甲咱讲，咱的财宝伫倒。他说：“我们财宝在哪边？咱的心就伫倒。我们心也在那边。”我相信大家拢同意一句话。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一句话。咱常常会受到这钱财的这种引诱伫咧。我们常常受钱财的引诱。咱甲咱的重点拢下伫迄个所在。把那个重点放在他那边。
咱嘛看见咱社会中间我们看见社会中发生真侪这代志，发生很多事情，包括讲好野人的财产，包括有钱人的财产安怎要来分？怎样的分。近摆若有一个好野人过身，每次有一些比较富有的人过世，伫遐就开始子孙为着这遗产伫遐咧冤，有些子孙就为了遗产在争论，敢若有钱就免管这个亲情共款。好像有钱就抛弃了亲情一样。到底人甲人的关系敢有影遐尼弱噶？人跟人的关系这么薄弱吗？为什么人会安尼？为什么人会这样子？我相信圣经也讲了非常的清楚。相信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因。为咱拢甲钱财咱倒边看，我们将钱财的价值伊是一个反倒看，工具，结果咱甲看做是一个目的。它是一个工具，反倒我们看成一个目标。所以伫这圣经在中间，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互咱看到两项。让我们看见两头前咱就件事情。看到这地面上的这种财宝。首先是地上的财富，咱地面上的财宝，伫古早时代有用这个金属、用布、用纸，还是银票等等这个。古代货币用金属、布或是纸来制造的，伊会有虫来咬，会被虫子咬，会生身，也会锈坏，嘛会去用偷去也，会被偷，你就无去啊。就失去了。但是用现代来看的时阵，但从现代的角度来看，现代虽然伊的这个有更较宽、更较多元性的方虽然式，有更广、更多元的方式，包括讲用金啊、包括金子、用选椒，用钻石、有人用期货，用期有货、人用股票，用股票，但是伊嘛会贬值的，但也会有贬值，伊嘛会亏损的，也会有亏损，嘛会去用倒去也，会被倒闭，甚至会去用骗去，甚至遭受诈骗还是去、用偷摕去。偷窃等等。我相信咱伫经过这2008年的9月，相信我们经过2008年的9月迄个金融的风暴，金融风暴，伫遐时咱看见瞬间一寡人的财产就无去，在那个时候，有些人瞬间财产就消失包了，括国家都倒闭。包括国家也倒闭。迄个咱看见讲，虽然咱已经把这个钱财现在的财务换做是真多元化的咧，虽然将现在的财富换成很多元化，但是袂当互咱可靠，但是还没办法完全可靠，伊会伫遐产生这个变化的咧。它会产生变化。圣经中间对这个钱财安怎讲？圣经当中对钱财怎么对地面上的描述钱财，对地上的财富，提摩太前书第6章的17节，在提摩太前书6章17节，伫遮讲你毋通挖过迄个望伫无定着的钱财。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。原来地面上的钱财是啥？无望无定着的原来钱财。地上的钱富是没有希望的。另外伫即个雅各书第5章的第3节，因为在雅各书5章3节，伊伫遐个讲，恁的金银生鲜，迄个鲜要做干净来攻击恁，也要食恁的肉，亲像火烧，伫恁这个罗马日已经积聚财宝。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。雅各将即个地面上的财宝，雅各将这地上的财富，就讲亲像火咧烧，好像火在烧，咧食咱的肉。在吃我们的肉。这钱财无成做咱的帮衬，这个钱财不成为我们帮助，颠倒是成做咱的损失。反成我们的损失。为什么会变安尼？为何这样子呢？因为咱已经无用正确的看法，因为我们对钱财无正确的看法因。为我们对钱财没有正确的看法。伫箴言在箴言23章的第5节， 23章5节，伫遐佫讲，你减要注目伫迄个空虚的嘛，因为钱财家己要发起，亲像鹰鸟飞上天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箴言是上较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所写的。箴言是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所写的。圣经中间嘛写着伊的钱财非常的多。在圣经也描述他的钱财非常以色列的多。国伫伊的手中的时阵，以色列国在他管制底下是上较丰盛的。是最丰富的，所以其他的国家拢爱派人来请教伊，其他国家都要派使节来请教他。但是即个国王伊安怎讲？但这个国王怎么说？伊讲即个是一个迄个空虚的，这个是空虚的，
钱财原来就是安尼，钱财原来是这样这是，圣经中间互咱的教示。这是圣经所另外，带的教佢头拄仔训。圣经在个中间有讲到，另外，圣经也说佫有一个是天顶的财富。是天上的财富，天顶的财富到底是安怎？天上财富怎么样呢伊？遐讲伊无虫甲加，也袂迄个生鲜，嘛无贼来偷，伊也袂贬值，也袂亏损，也袂去用盗，也袂去用骗，嘛袂去用偷。是没有虫子咬，不锈坏，没有贼来偷，不会贬值、亏损、倒闭，或者是遭骗跟偷窃。伫拄则咱看即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33节，刚才所看的路加福音12章33节，伊遐讲为旧的钱地，为了的财宝。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。原来伫天顶的财富是安尼。原来天上的财富是这样子。另外诗篇112篇的第9节，那诗篇112篇第9节，其实伊互咱更较正确的观它给念。我们更正确的观念。伊伫遐讲，伊大写诗，伊真济善良人，伊的仁义存到永远，伊的角得到举起有阳光。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，他的脚必被高举，大有荣耀。即个互咱知影什么？这里让我们知道什么呢？天顶根本无需要即个钱，天上根本不需要这种钱财，所以逐个人过身的时候，无可能炸钱来讲，我要倒转去天顶，所以每个人过世的时候不会带走任何钱财，因为天顶根本就无需要钱。因为在天上根本不需要钱财。那天顶所需要是什么？天上所需要的是什么是呢？你的仁义，是我们的仁义，是你的角。是我们的脚。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所做的，你要安怎带到伫天顶，就是我们所作所为如何带到毋是天上，赚钱去。不是带钱财。原来伫这个所在头一句甲咱讲啦，伊大写诗，伊真济颂扬人，在第一句他讲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伊的仁义就存到永远。他的仁义就存到永远。原来天顶的财富是什么？原来天上的财富是是你伫地面所做的，我们在地面上所安做的，怎结果存伫天顶？将结果存在天上的。天顶无需要咱伫地面上的这钱，天上不需要我们地面的钱财，但是你伫地面上所做的，但是我们地面所做的一切事要情，换做你伫天顶的结果。要换成天上的结果。所以基督徒对这个恭喜发财来看的时，所以基督徒对恭喜发财来头一个要注意。意的是什么？第一个要注意的是，你要用地面上的财富去积聚，成做天顶的财富。用地上的财富累积为天上的财富。钱财是上帝所赐福的，财富是上帝所赐福的，但是你要安怎伫地面上用伫该用的所在，但如何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，然后就成做伫天顶的祝福。然后成为天上的祝福。原来基督徒的恭喜发财意义是伫即个所在，原来我们基督徒的恭喜发财的意义就在这毋是边，讲要咱地面上有超侪钱的，然后你伫遐来享受，不是说让我们非常有钱，然后在地上享要安受。怎享受，如何享受呢？要安怎用伫正确的所在，如何用在正确的地这方？就是咱来学习的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我一个所在有甲咱看到几啊点，讲你如何要积聚做天顶的这种财富？如何要累积为天上的财富呢？这天顶这是永远的这是永远的、永恒的哈。永恒的财然富。后咱来看，伫今仔日圣经在头一个，伫诗篇112篇的第90前半段安尼讲，诗篇112篇第9节前段这样说：讲你着爱去帮赞善良人，你要施舍帮助穷人，以大写诗，以真济颂扬人。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原来上帝互咱伫地面上有发财，原来上帝让我们在地面上发财，是要创什么？是为了什么要？去帮助别人。是要帮助别人，当然对家己嘛会当有利益，当然对自己也有帮助但，是更较重要是帮助遐送向有需要的人。但更重要的是帮助穷人。伫使徒行传第11章的29节到30节，在使徒行传11章29到30节，保罗去传福音的时阵，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听见讲耶路撒冷有饥荒，听见耶路撒冷有饥荒，迄边的经济发生问题，经济发生问伊题，去到倒一个所在，就甲因讲，咱伫耶路撒冷的兄弟有啥物困难。他到每个地方就说跟当地人的弟兄姐妹说耶路撒冷有困难，所以遮就记载讲，迄当地的人，所以他这边有记载当地因着人伫迄个所在积聚钱财，
就累积钱财，然后麻烦保罗提去耶路撒冷来帮助因，就麻烦保罗拿到耶路撒冷来帮助。因完全无熟悉，他们完全不认识，以前迄个所在无啥物 Skype、MSN 会当看，在当时也没有现代的 完 SN，全拢是照安尼听就是安怎。完全按照听来的。同款是主内兄弟姊妹，同样是主内弟伊兄姐妹，就看见因的需要，他就看见他们需要，伊就来帮助伊，就来帮助，也无去查讲到底是真啊，到底偌严重啥，反正就是知影伊有需要，也没有再去查验到底真假，但是一听到真的他有需要就帮助，伊有需要，阮就要来帮助。有需要就帮助，这是第二个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伫即个马拉基书第3章的第10节，在马拉基书3章第10这个节，圣经大家拢非常的清楚。这经节大家都很底了解。下是耶和华上帝，耶和华上帝所，伊非常清楚，甲这伊的百姓讲，你得要安怎来管理你的钱财。他告诉这些百姓，你要怎样管理自己的钱财。伫遮呢讲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恁着用10分的1分，完全送入府库，互我的厝有米粮，用即个来试我，看我果然互恁开天的窗啊，饼福气互恁，到无地通下无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你们要将当纳的1/10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”耶和华上帝安尼讲，耶和华这么说：“我互你10分，我给你10份，但是你要摕1分起来，但你要拿1份起这来，份爱送入去我的殿的内底，这1份要送入圣互我的殿里面，厝内底有米粮。使我的家有粮你，是互教会会当运作，也就是让教会可以运作。你阁有9分通使用。你还有9份可你以使用看的，是爱看这9分，毋是爱看这1分。你要看重是9份，啊，这个9分是啥？这个1分是啥？是当纳的，这1份是当纳的，就是讲应该爱下入去的，就是应该要送的。毋是讲我着伫迄个所在来轻我，敢袂使干那是0.5若定。而不是来计较是不是0.5的，啊，是讲即阵我已经安尼淡薄仔困难，所以小以后再搁补起哩。还是我现在有点困难，往后再补安尼上。是其实就是咱对耶和华上帝起即个怀疑伫咧。这样就是我们对主耶和华有怀疑，伊伫遐讲，你要用即个来试我，你就用这一个来试试即我。个我是甚物人？这我是指谁？上帝呢是？指主耶和华你。若对我无信心，你甲我试看嘛，无要紧。你如果对我没有信心，可以伊毋是试看看要甲你恐吓的试啦，他那个不是恐毋是讲你吓的事。试看觅，试看觅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你若有影确实你有怀疑，如果说你有点怀疑，你会使做看觅。你可以试看看。你就讲我会互你的应允到底真抑假？我赏赐给你的应许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有真侪人拢有做真好的见证伫咧。有很多人有很好的见证，伫有限无多的财宝中间，在他有限不多的财富当中，伊安怎将照圣经的教示，他如果按照上帝的教导，伫迄个所在摕起来，该献互上帝，就献互上帝。将该献给上帝的献给上帝，伫伊的见证中间，在他的见证当中，伊毋捌有欠过。他从来没有缺乏。原来是因为咱人的即个需要，甲想要伫遐交叉做伙，原来是我们人的想要交缠在一起，想要甲需要，想要跟需要咱的交缠在一起。两个咱的互相会伫迄个所在。然后你开始有奉献了时，你感觉讲啊，其实遐一寡物件是我无需要的。当我们奉献的时候，会想到有些东西并我所有不需要是并不需要上帝拢会赏赐我啊，我所需要的是上帝都会赏所以颠倒赐给我，无感觉钱减少去，反而不觉得有缺伊颠倒伊少，感觉伊的钱是用伫真正确的所在。反而觉得我们财富用在正确的地方毋，是正讲讲，你有影10分内底摕1分去9分，这9分会变足多去。不是说9份奉献1份之后，剩下9份就觉得很多，这个9分依然是9分，这个9份还是一样9份，但是你的思想改变，当我们的观念改你知变，影你应该用伫正确的所在我。们知道应该用在正上帝确的地方有你有一个。正确的价值观念，上帝给我们建立正确的观念，所以你就感觉伫迄个所在你无欠过去。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缺乏。这是要借助咱的财产伫天顶的第三个，这是累积我们财富在天上的第3点。第四个是啥？第4点是
爱支持咱传福音的事工。支持传福音的事工。伫腓立比书第4章17节，在腓立比书4章17这是节，保罗写腓立比教会。是保罗写给腓立比伊讲，教会的。毋是我伫求人送物，独独是求果子拿罪来记录恁的笑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账上。意思就是讲，恁这到底是因为倒去是因为讲家己大好起来啦，还是你的果子愈来愈多？这意思是说，到底是我们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还是让我们的果子越来越多？所以伫这今仔这圣言在中间，在这经节当中，互咱看见讲对面上的这种财富是安怎？让我们看见地上的财富如嘛，何，互咱知影讲，咱得积聚伫天顶。也知道如何累积财物在天上。积聚伫天顶，毋是讲用咱现在这新台币也好，美金也好，摕去到天顶。累积天上并不是用现在的货币，伫天顶这财富，天上的财富是你伫地面上也活地神，伫遐咧积聚的。地上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所累积的，要安怎来积聚？如何？伫遮甲咱讲到，咱今仔日讲到4项。这边今天提到4点，你在帮助送养人，来帮助穷人，你在帮助迄个急时有需要的人，来帮助有急难的时候，你都要奉献伫上帝的殿内底，来奉献给上帝，这是属于上帝的。属于上帝的。然后咱就该帮助伫你的果子有出来无？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果实增多。伫教会看，就是你有去传福音无？从教会来看，就是你有没有个人来传福音看是你有加拯救一个灵魂啊无？从个人来看是有没有拯救人灵这魂，拢是咱要用地面上的财富去做的。这些都是要靠着我们地上的财富来做的。所以结论咱来看，所以结论来看，头一项就是耶稣有非常了解咱世间人的软件，耶稣非常了解世人的软弱。所以伫马太福音第6章21节安尼讲。马太福音6章21节中说：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要伫遐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所以，伊毋茫讲咱对财富爱有一个真正确的看法，希望我们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咱才看法，袂陷落伫这个陷阱内底。我们才不会陷入这个陷阱里面。财富是上帝的祝福，财富是上帝的祝福，但是咱都要用伫上帝心意的所在，但要用在合神心意的地方。嘛毋通袂记了咱伫地面上，到伫地面上的目的是甚物？也不要忘了我们来到世上的目的。以弗所书第2章的第10节安尼讲。以弗所书2章10节说：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，受创造伫耶稣基督来行好事，就是上帝大先备办的，要互咱行伊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迄个工作，这个工作，这两字伫原文是有迄个杰作、杰作的意思伫咧。这个原文是一个杰作的意思。上帝要甲咱创造，咱要杀出来，要杀出伊的杰作出来时，上帝要推出他的杰作的时候，有一个目的互咱。一个目的给我们。艺术家做物件出来，嘛拢有伊的目的伫咧。艺术家做作品的时候，也有他的目的。不管即个物件是我对即个为一幅图出来时，是我对即个所看见，我的感觉是安怎，甲画出来。不管画作是从感觉印象中把它画出来，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，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，是一个杰作。也是一个杰作。这杰作要创啥？这个杰作目后的壁甲咱讲，是要互恁行好事。是要让我们行好事，行好事，佫是啥？上帝大先就备办咱爱安尼做。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做的。所以毋通袂记咧，咱到世面，咱伫地面上的目的是甚物？所以不要忘了我们在世上的目的。所以以后恁若要讲恭喜发财，所以以后我们说恭喜发财，其实伊是一个祝福，嘛是是一个祝福，一个责任的提醒。也是一个责任的提醒。要提醒咱讲，伫地面上的即种钱财，咱要安怎积聚，成做天顶的钱财提。醒我们如何从地上的财富把它累积成天上的财富。咱会使讲恭喜发财袂？我们可以说恭喜发财吗？当然会使，当然可以的，这是一个祝福，这是一个祝福，嘛是一个提醒。也是一个提醒。毋望咱逐人会当记哩种伫圣经中间教示咱钱财的意义是甚物。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圣经所教导钱富所以的财富的意义。最后要来讲，新年恭喜，恭喜发财。最后祝大家新年恭喜，恭喜发财。咱甲咱附近的人拢讲新年恭喜，恭喜发财。新年恭喜，恭喜发财。
这是上帝要祝福咱的，上帝要祝福我们，毋望咱用真正确的心去领受。希望我们用正确的心来领受。咱的2021年，我们2011年会当行伫上帝下上帝心意的路上，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。愿上帝祝福咱大家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位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一起祷告。慈悲听当阿爸爸上帝，阮伫新春的第一天，阮就到伫你的面前，阮来敬拜你。阮要将阮2021年这新的年，阮奉献伫主你的面前，求主你来保守看顾。我嘛知主你祝福伫阮每一个人身上的，毋那是干那阮心灵上，伫阮的物质方面的时阵，阮的财宝方面，嘛是主你所束缚伫阮的。但是主你用这个束缚阮的时阵，毋是要互阮家己来使用，你是要借着阮去帮助伫别人。当阮今仔伫遮来学习到地面上的财富是安怎，天顶的财富是安怎。原来主你的祝福伫阮是用地面上的财富，阮来积聚成做天顶的财富。求主你来帮助阮，互阮伫2021年的时阵，阮有真正确的这种价值观伫的。这个价值观伫帮助阮伫地面上所行的，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。求主你祝福伫阮每一个人伫2021年，拢有主你的恩典满满。甲阮送甲做伙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阮要同时用主所教是主祷文送甲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